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第一個一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係齊家私連家私放租，而嘅實用面積係290尺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單位係用咗電子門鎖，開放式嘅廚房，雖然係迷你啊，但係都有啲收納嘅空間，同埋可以明火煮食。呢一邊呢放咗張小餐桌，仲可以拉出嚟用添。業主配置咗電視機同有個雙人座位嘅梳化，行出去望下個景觀先。景觀就望返附近嘅景觀，都可以望到少少嘅海景。整個單位呢都非常之時尚，木紋地板。主人房配置咗雙人大床。旁邊仲有個大衣櫃添，浴室呢會喺呢個房間嘅裏面，淋浴間嘅設計。呢個單位係鎖匙盤嚟㗎。如果你哋都想睇，歡迎隨時搵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